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江振宇老師。今日要介紹一本書俾大家咧，就係叫做《網絡時代：人人要懂嘅自保術》。呢本書咧，佢有大量嘅資訊咧，去解釋我哋點樣喺網絡時代去保障自己嘅資訊安全，亦都咧同時間配以大量嘅插畫，俾我哋容易去理解得到。舉呢個例，我哋喺考慮保障自己私隱嘅時候咧，其實同時間我哋會考慮三樣嘅事情。第一就係便利性，即係方便程度啦。第二就係個成本，即係話我哋要使幾多錢啦。第三就係安全性，究竟呢樣嘢可唔可以保障到我哋自己呢？情況咧就有啲似我哋見到媽媽就想買部電腦，但係咧佢想去用最平嘅價錢，咁但係爹哋咧就係話想用一個最穩陣、最安全嘅、最保障到嗰部電腦嘅情況去考慮。而當然作為你嘅，梗係希望最方便、最簡單用得到就可以啦。書裏邊咧亦都提到我哋而家好多時講到嘅生物辨識技術，有便容嘅識別啦、指紋識別啦，但係呢兩種咧其實都有佢嘅缺陷嘅。咁究竟有邊一種係可以更加穩定地可以保障到我哋自己呢？答案係同呢隻手有關。咁當然你可以從呢本書裏邊揾得到啦。或者書裏邊亦都提到我哋咧，有時我哋會使用一啲無線網絡去上網，咁但係原來咧無線網絡咧都有啲時候咧有啲叫假嘅存取點。呢本書除咗好多資料之外，亦都有一啲嘅實作，譬如我哋可以透過網站，譬如呢個例子啦，叫做確認軍 Plus 啊。咁咧，你透過呢個網站咧，其實只要呢個網站已經大約知道你部機嘅 IP 地址啦，你用緊邊個嘅操作系統啦，你用緊乜嘢嘅瀏覽器啦，你解像度係乜嘢咧，等等咧，已經一目了然㗎啦，唔使安裝任何程式，一上呢個網站就已經可以 check 到㗎啦。咁你諗下，如果人哋都好容易攞到呢情報嘅時候，咁佢要做人攻擊，亦都更加容易啦。另外，仲有一個練習係講關於點樣偽裝成另一啲電子郵件嘅寄件人。當中點樣設定呢？我就賣個關子，你就只要自己去揾呢本書嚟睇啦。好，今日要介紹呢本書嘅就係《網絡時代：人人要懂嘅自保術》。